兩隻排列好。好，起步啦！咁呢一場國際公開銀杯賽決賽。咁啊，暫時見到咧3號航道 BP 嚟自日本嘅隊伍啊，喺個起步之後咧少少嘅領先，遠處位置鏡頭上方啊，8號航道顯利工程同興龍啊，都係帶咗出嚟。哦，要讚一讚啦！咁其實3號線嘅 BP 咧，其實佢呢個起步都做得唔錯啊。其實佢個同4號線嘅嘉樂龍舟隊咧個起步都係唔差得太遠啊，都貼得好近嘅。咁其實我知道佢哋都喺個技術嗰度咧都好有鑽研啊，亦都係不斷力求進步啊。咁啊，見到佢哋個做出嚟嘅成績都做得相當唔錯。咁見到熒光幕上面嘅係顯利工程同興龍啊，都係一啲好歷史悠久啦，亦都係經常出現嘅強隊啦。咁啊，睇下呢一場比賽一啲海外嘅隊伍以及一啲本地嘅隊伍，睇下邊個可以做到呢一場比賽嘅冠軍啦。咁啊，見到8號線嘅顯利工程同興龍咧，好似稍有領先嘅位置，但係緊貼住佢嘅有9號線嘅天龍包月。冇錯，咁啊，遠處呢2個隊伍啦，都貼住啊！我相信都有互相推快咗大家嘅情況啦。眼尾睄到隔離就加多2次緊啊，7、8號線度。咁去到中後段啦，相信而家係加力嘅狀態啦，準備去步入去，見到紅波咧就應該係加速㗎啦。甚至乎更加早就開始啦，係啦。咁啊，見到佢哋而家加速啦，走咗個快頻啦，開始提升個速度。咁啊，希望以最後壓線嘅狀態走埋佢。咁啊，見到8號線度顯利工程同興龍啦，都相當之有優勢啦，拉出接近1條龍舟嘅位置，反而2、3位置咧就值得大家落足眼力啦。睇下隔離7號聖地牙哥龍舟隊，以及就係3木板門健兒啊，5號航道嘅隊伍好貼近嘅衝刺完成時間。翻頭先國際公開銀杯賽嘅決賽成績啦，顯利工程同興龍完成時間1分55秒947，係贏得今次賽事嘅冠軍。排名第2嘅 San Diego Dragon Boat Team 聖地牙哥龍舟隊1分59秒227。排名第3嘅3木板門健兒1分59秒